请兄姐大家平安。今日是神的主日，咱欢喜来到主的圣殿，来先来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咱来吟圣灵的江河。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经历来自有运行着地。 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带着渴慕、呼求圣灵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走向合神心意的道路。阿门。咱再来吟一遍圣灵的江河。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生命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再说，咱再来吟《俄勒之传》。你天边受事会听甲阮地，将灵担是一个心花的眼，咱着咱成就心灵的恶乐，将伊变做恶乐之泉，咱着来大声唱。 也祈求，能因我的主感谢。
天被受死的听甲稳定，将领当时志的心火热，咱着来献上心灵的恶乐，将伊变做恶乐水泉。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咱着来大声唱。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咱着来大声唱。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让恶乐加做咱生活的习惯，互感恩加做咱生命的态度。学乐甲感恩是咱对上帝表达伊对咱无限的听甲恩典的回应。咱得来吟一遍学乐水泉，对天父赏赐的听。对天父赏赐的听甲稳定，将领当时志的心火热，咱着来献上生命的恶乐，将伊变做恶乐水泉。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咱着来大声唱，咱着来大声唱。也祈求恩怨我的主感谢，让恶乐水泉努力，为一人的心中。接下来咱来吟上太阳。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当我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当我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预备。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迎上太阳，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迎上太阳，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是主啊，阮是一群有福气的人，因为你会听，阮的性命来享受主你满满稳定的祝福。主你会听是这么长阔关心，兼在伫咱的生活当中，有时阮会拄到一个的挫折，一个的困境，有时阮毋知头前的路要安怎行落去，但是主你一直伫阮的身边，在牵阮行。主，互阮会当坚定、确信，主你会听，永远无改变。因为你嘛永远，你的确要照你的时来永远伫阮生命中你美好的计划。主，互阮谦卑顺服伫主你的带领内面，来行主你爱免行的道路。主，阮就一次献上阮的感谢，也求主你来固守，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阮安尼祈祷，奉上靠主的名。阿阿门。门。咱就用祈祷的心，咱来吟一首《迎上太阳》。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迎上太阳，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迎上太阳，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迎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
煞来吟祈祷的诗，祈祷的诗即时极好。就君天父面前，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有时咱真爱祈祷，有时咱不准，唔知影要安怎祈祷。有时连要向上帝祈祷的事，都真困难。咱的圣经有讲，咱无祈祷的时，圣神会甲咱祈祷。毋知咱的兄弟有相信无？阿门。我会讲这首诗歌，是因为这首诗歌突然伫我袂晓祈祷的时阵，伊就走出来。我就较相信圣神甲我同在。哇，做上帝的囝儿，实在真正好。这首诗歌就一直伫我的脑海里，一直祈祷的时，一时真好真欢喜。为什么唱这首诗歌了，心就欢喜，甲平安？所有你身躯边的代志拢无改变。哇，我真爱做这个见证，因为咱是上帝的查某囝的囝儿。有时咱有相信无？
我毋知，总是咱爱承认，咱的上帝无论咱因为表现咱好歹，咱拢是伊的囝儿，伊就是听咱，伊知咱的底线伫倒位，伊会护咱。哦，我真欢喜，上帝赏赐我这首歌。啊，有时我背袂开，就用哼的。哇，上帝实在是听咱，咱搁来念。上帝爱咱亲近伊，魔鬼就会离开咱。哦，咱搁来念哦。基督的心，只是叫我心大力小将欢乐，歌唱救国，提杯领酒，将心所爱记得我天，我们不丢在艰难，基督的心为的平安，各我在心，基督的心为魔鬼打我三里。第二节，基督的心，只是叫我天边欢喜听我基督，万年主宰，结基夫迫切恳求，伊就赏赐。伊就赏赐，天边甲我甲伊亲近，爱我心口，受伊大恩，大将大行，我路过伊，欢喜听候，基督的心。咱歌唱第一段，咱歌唱一摆，吼，咱就是欢喜基督，这是咱基督的诗，吼，咱家己交托互上帝。基督的心，只是叫我心大力小将欢乐，歌唱救国，提杯领酒，将心所
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在，恁着阿罗耶和华。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7首。我心阿罗耶和华，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米三角印写，阿罗伊大尊名，请咱起立吟全首。咱这时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搁对遐来甲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29篇，启应文29篇。
恁着俄罗耶和华。我一生要俄罗耶和华。恁无伫瓦克君王，无伫瓦克世间人。伊一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管教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恁着俄罗耶和华。咱这时搁做伙来吟诗，圣诗245首。我前哪样失迷，调我南山去西，牧者的声我无要听，无爱对伊去行，请咱坐吟全首。
来三甲额头来祈祷，听愿阿爸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宙中你是独一的真神。阮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较无的心来敬拜俄罗你，求主赐予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互阮得到造就甲帮助。全能的上帝，阮诚心来恳求，伫阮中间身躯劳苦的、心灵软正的，恳求天父，你亲自来安慰甲引带，求你施落你的大权能，减轻因伫肉体甲心神艰苦甲负担。主耶稣，你一生是为服侍别人以外，你捌讲过，家己毋是要互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啊，你毋若干那做阮的模范，也要互阮学习伫教会中是要彼此服侍。后个月教会中集要改选，阮要做伙同心合意祈祷，求主备办甲竞选合你心意的中集，会当成做教会牧者的帮助，同心服侍，甲圣灵同工宣扬福音，来做见证荣耀你的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供应阮教会一切的需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哈利路亚。
咱即是做伙来共守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圣经。第一位圣经伫诗篇49篇，诗篇49篇第1节到第2节。众百姓啊，恁拢着听即个，世上拢总徛起的百姓，恁着按耳孔，无论下顶上顶。好嘢送香，拢着安尼。搁来看10节到20节，因为伊看见智慧的人死，有王的人亲像精星，迄款的人也做一个灭无，留因的钱财互别人。因心内想，因的厝要永永伫地，因徛起的所在要到万代，因用家己的名来名。家己的地，总是人踮伫尊贵的中间，袂久长，亲像会死的精星。因行即个路是因的戆，总是因以后的人，还阁举因的话做着。因亲像羊群定着，着入阴间。死无要做因的牧者，到早起时。正直的人要管辖因，因的水要互阴间灭去，至到无徛起的所在。
独独上帝要赎回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官兵，因为伊要接纳我。人发财，家庭家天阴光。你无要因为安尼来惊，因为伊死无一项会带去，伊的阴光无会缀伊去。伊在生虽然家己夸口有福气，你若熬照顾家己，人要学落你。若是伊要归到伊历代的祖公遐，伊永远无看见光。人踮伫尊贵的中间，也无醒悟，是亲像会死的精生。再来看一位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7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正道，你追求什么？性命也是财富，请陈清发牧师。大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每年的10月第3主日是教育时间奉献主日，特别为着咱总会中会教育时间的大祷加奉献。我想，咱可能对教育时间毋是真了解啦吼。咱会当看咱即个奉献带的后壁吼，咱手头有即个中华中会教育部的时间年度的时间吼，就是第一点，就是配合总会教育时间委员会时间。第二是配合推动中会教育性甲50周年，拄啊今年是50周年的活动吼。第三是办理教育教会的种植甲教育的训练。第四是主日学大会。第五是甲传道部牧团会合办牧家的退休会。第六是甲传道部合办牧者传道书的在职教育。第七是推动101的宣教时间啦。我想这是为什么咱会唤起咱的教会这来同齐来关心。我是虽然这个时间看起来是真济有诶，真正是甲咱无直接的关系，总是咱对伫这个活动中间，有个人受到造就，亲像顶届伫中基教育研习会伫国际会议厅可能有人有参加迄个主要就是101的即个教育，我想有真济咱的兄姐听了后，就搁较深入了解要怎样伫教会，还是伫咱的社区，还是在我们的职场来借着这种的机会来关心人的灵魂，来引带因来认捌咱的上帝。我想这拢是比较虽然不是跟我们直接但是间接的来就着这个时间来影响到更较侪的人。希望咱除了了解这个活动以外，我是犹愿提起咱的兄弟姊妹，咱随时爱逐日来受教育，借着上帝话来教育家己，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来有搁较好的这种的
亲密关系啦。我想这个是对咱有很直接的帮助啦吼。若是搁较明白来讲啦吼，那毋是我受教育都袂徛伫这个所在啦吼。所以我就希望讲咱的比较年轻一辈的这些人吼，你们要很重视教育哈。这个过程虽然是挺有时候是像我是很痛苦啦，因为对开始的时阵无啥读册的人啊吼，所以真正是真痛苦的一段路总是有足侪人吼，加侪咱的天使来陪伴咱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啦吼。我想，那今仔日牧师吼用这个主题你寻找什么是你寻找的是生命还是财富？然后这是有时候让我们迷失我们这个到底是那个永生的生命还是财富，哪一种比较重要？因为我是真介意这个英语我唔知你会当看，我不太清楚啦吼。伊是人最大的问题在无知啦吼。伊讲people were created to be loved, since were created to be used. The reason why the world is in chaos is because sins are being loved and people are being used. 这最好笑的代志，一大概意思是安尼，我就把那个陈牧师的女儿在这边来替咱来翻啦吼，但是我直接来做一个简单来翻他的二女儿是很厉害他说人呢，我们人被创造是要被爱的啦应该是要被爱，可是呢这个东西呢被创造出来是要来使用的，要被使用的。那为什么世界呢会一直陷入在那种混乱困境很混乱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说，因为东西是被我们都很爱这个世界的物质啦我们反而是很爱世界的物质。他说 The things are being loved， 我们喜欢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人因为我们爱世界，我们就利用人啦我们人被利用，所以颠倒比照理来讲是人是要被爱的，可是我们却爱世界。为了爱世界，我们人被利用压榨，他的意思是安尼，所以造成世界的混乱因为安尼都是因为咱失去咱的目标啦所以那个人最大的问题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要抓住的是什么我们抓住世界的物质、经济、财富但是我们却有时候忽略了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是今仔日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什么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呢？是那个生命呢？人的生命还是物质呢？我想这是咱来另外看了是一个有一点很奇怪，世人一生不停的追求财富。在2018年市长选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候选人，他就有一个口号，我们都很清楚，我相信发大财。也因为这个口号，他就当选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希望能够发大财了所以这是咱都知影讲人强调什么。就在世人的目睭前拢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爱反思财富果真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这是咱的问题。这财富真正会当解决人的问题，会当救人脱离灾厄吗？咱真的可以得到
迄个真正的平安吗？财务敢会使安尼来看嘛？有足侪有钱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背后还是很多的问题哦。这首诗歌我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或是比我小10岁的人，会较了解这个故事。这个那个你寻找什么，都是基督世主第5集来对迄个歌词来用咱来回味一下。伊是安尼讲，寻找什么？是生命，还是富贵，或是快乐的人生？现在是时候。但世人的眼睛都满目寻找那无法寻见的，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个属性，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拥有的，这是咱的问题。你寻找什么？是否已经寻见呢？你心里头感觉有真正的平安吗？让我告诉你，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是真正的朋友，他是真的了解我们的问题。你还要寻找什么？其实耶稣就是你一生当中应该要很认真去寻求的。有些事情，我要跟你和你明白，我要追求一个朋友，他真的爱我，他甚至是为我的生命献上自己的生命。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以及所有的一切。他是我的良友，我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是真正的来拯救我的，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他的鲜血来流出，来救赎我。还有一些事情，世人需要明白：目前的生命，将来会去哪里？将来我们的生命会去哪里呢？在审判的日子，要与主面对面。有一天，咱爱面对跟上帝面对朋友，赶快来信耶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你寻找什么？是否已经寻见呢？你心里感觉有真的平安吗？我是真的，当我认识这位神，我真的是很平安。让我告诉你，耶稣他就是朋友，你还要寻找什么？我想这诗歌都是足一直在强调讲，唔免阁找啦，你就找到耶稣就好啊。其他的你就交予伊，就替你来负责你的人生啊。甚至人的肉体结束了后，伊嘛甲你负责啦。我想这是世人要安静下来思考生命甲经济问题。咱实在是这物质金钱，我们真的是一直在花太多的时间在那里在追求欢乐。这个也就是49篇诗篇49篇所提起这写诗的人一开始对世间的人呼吁，不管是这个富有还是送香，拢爱注意来听这个智慧的话啦。伊在底下咧讲，这是伊的人生一个真要紧的智慧啦，来跟咱分享，是出于诗人收集以及他整个人生的这个洞察力来给咱提起。首先，诗人这写诗的人提到世间的人要如何看待这个魅力无穷的财富他一直说这个真的是魅力无穷。我相信他对每一个人都很有魅力的那写诗的人看到有钱的人靠着财富来欺负别人。有钱就会吸引足侪人来群底伊啦，来形成一句惊人的一种的势力。那亲像台语咱的俗语讲，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理解啦我想拢了解伊的钱的气力实在是真大。总是这写诗的人伊讲不要害怕那些站着前世说大话欺负人的有钱人
你不要去在乎啊，那些都无容易用的人，拢是暂时啦，定啦。人无论是送香还是不有的，拢爱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一天，咱拢爱徛伫上帝面头前，咱无办法来救家己。生命的代价，人的不有无办法来支付啦。你搁较有钱嘛，无法度来兑换啦，你的生命。生命的救赎赎价是世间的人袂当付袂起的。世间无办法来靠着财富来闪避死亡的结果结局，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搁较有钱的人嘛无法度。所以呢，这写诗的人刷落来都底下提醒，要紧住今生，然后伊讲要紧住今生的财富跟权势都是短暂的。这个财富跟权势是短暂的。当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人是无法来带走财富，坟墓将会成为他永远的家了。财富你死了后，财富会对你，而那个坟墓就可能就是你永远的家。所以呢，写诗的人佫提起世间的人要注意生命的现实。总有一日，死亡加做人甲禽兽的这个最终的结局。我想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紧住这个诗人所提醒给我们的，有一天来面对站在上帝的面前审判的时阵，我们的结局就是跟一般的禽兽一样的结局。这样的提醒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会当安尼来觉醒，就会当带来这个生命的转机。我想这个诗人就是一直在提起咱，我们要有怎么样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就像这个传道书所写的，他说：“告有办善事的家气，胜过到有宴乐的家，因为活着的是人应该常常活着的人应该要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待每一个人。这个死亡是他都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步入到这样的结局。因为这个参加死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想办善事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想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已经都听过很多次了，不过还是这边来跟大家来互相来提醒啦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是战功彪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真可惜，伊伫33岁的时阵就英年早逝了。咱就知影讲，遐尼优秀、那么英勇的人，怎么就这样来离开呢？在临终前，他有3个这个遗愿他吩咐这个医生要负责将这个棺木抬回去往这个坟墓的沿路上，将他一生所得到的这个财富、金钱都压落伫这个四周伊经过的所在，佮爱伫这个棺木的上边的所在挖2个坑，然后将伊的手安尼伸出去。亚历山大的遗愿是爱提起世间的人疑心，佮较有智慧的疑心，佮较高的疑心，是无办法真正医治人的病。人的一生也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追逐金钱财富，因为死亡临到的时候，你将双手是空空的离开。
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所以就讲，和世间的人，这样的有英勇的人，无法度有财富，但是我两手空空就要走了，也意思是安尼。最后，这个诗人也除了提起世间的人无办法来靠着所累积的财富，来得到救赎，来面对死亡，搁较进一步来提起，只有上帝才会当是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咱来看到安尼的提起，咱因为这违背上帝的命令。咱讲为什么咱袂当进入到永生，就是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死亡加做人的天罚，只有上帝才会当来拯救人来脱离死亡，其他的方法都无，只有上帝本身所以上帝加做人的权势，就是耶稣伫遐来钉十字架，然后死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只有上帝家己本身来拯救咱，才有真正的愿望。绝对不是讲我靠家己的修行，或者是说我捐很多的钱，无路用。所以呢，人想要来得救，不是靠财富，乃是爱靠上帝。人必须爱信靠上帝，才会当来得到救。耶稣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我是信靠上帝，还是追求金钱的人呢？我想这是咱进一步咱来看卖，什么款的人才会当来得到永生呢？我想最近的一个状况跟这个有一点直接关系所以我就，若是你要想要得到永生的愿望，就是爱重视这个超前部署的生命，真的，这是我们要真的彼此勉励。那台湾武汉肺炎的防疫成功的主要原因呢？我想这个就跟超前部署，我们都一直在电视看到这样的一种提示。为什么我们会成功？是第一，因为 SARS 防疫的经验，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来。让他想看嘛，如果没有这一种超前部署的概念，你看以前就是和平医院，为什么会送下的这医护人员的生命？就是他没有好好的部署没有好好隔离。那第二个是这个超前的策略，我们策略是什么？就是境外阻绝，那境内隔离。我想这个部分这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我们为什么会比其他的这个世界各国更安全幸福？就是因为安尼。第三就是全国人民顺时钟。上帝的话嘛是同款，你就是要照上帝的话，顺时钟就提起人，咱就爱照规矩来。从上述的经验跟认知与学习，若想要有平安幸福的国家，我来提醒需要有健全的社会规范。掌权者除了要有执行能力，以及全民的服从有执行力跟服从，这个实在是太重要。我们的上帝是很有执行，也有 power， 很清楚他的话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服从？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更需要有超前部署的策略。上帝早就为我们超前部署，说你是有罪总是有一天我会来救你，就找跟耶稣。上帝自己本身有超前部署来拯救咱这有罪的人。我们乐见台湾人民在此一中仍然如此的幸福平安。我首先呢来对安尼来了解这个幸福跟因心，人的生命更需要超前部署。我想更需要
人的生命是由肉身跟灵魂所组成。肉身的这个部分呢，终有一天会回归尘土啊！我们的肉体会回到尘土。我想《创世纪》里头很清楚跟人讲哈，伊讲耶和华上帝因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来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叫亚当。但是对这个尘土捏出一个人形，分一口气了后，这个变成有活的人但是呢，他另外在3章19节，他就说：你既然是尘土，一定要回归尘土。那个有形的部分是用土做的，有一天要回到土里头。纵使呢，灵魂那上帝的那一口气呢的部分，也有它的归属啊。人死后有审判，这会决定你生命的去处。牧师在病院上班关怀的过程中间，特别关怀遐个在临终的时阵，人所烦恼的，真正烦恼的是啥物？死了后，伊的灵魂要去倒位？真的，有时候是人最担心是那个部分，那个才是我们真的要去关心的。在基督教信仰的真谛中间，已经真清楚来描述死后有审判。凡相信神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已经这么清楚在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啊！就如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他怎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圣子来到世间，不是爱定咱世间人的罪，乃是要互人世间人借着伊来得到救。所以咱已经真清楚，要安怎互咱有永望平安是永生的生命。上帝已经早就足清楚甲咱讲，这就是人得到永生的最佳的超前部署最大的保证。你还在怀疑什么？上帝就已经将这个代志，这个超前部署的这个事情，已经这么清楚的告诉你了。因为人违背上帝的命令，希望加做人的天罚。只有上帝才会当，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拯救人来脱离死亡。他自己用超前部署，人不能靠自己来得到永生，是上帝自己来救我们。他超前部署，想办法来拯救我们。所以呢，人想要得救，不是靠财富，而是靠着上帝。人必须爱信靠上帝，才会当来得到救。我进入到结论了。人若想要享受幸福、有盼望的人生啊，这个我讲就是永生。除了咱的下这自己努力追求圣洁，他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帮助。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软弱，但是你要靠圣灵啊！圣灵随时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经常都忽略了它。若能在生活中有如此的超前部署，相信大家必然看见美好的未来跟盼望对这个台湾的全民防疫警觉性之高了，真的是令我佩服也讶异。但是呢，若一旦这个防疫放松不坚持，我们一切的努力有可能功亏一篑。我想这个就是可能都
跟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永生也是一样，圣洁跟休暖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有的国家一直在那里爆发疫情，一直在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有规则我们有超前部署，我们防疫得很好。在人在永生的议题上，唯求神帮助我们，凡是主所不喜悦的，我想已经很清楚，圣经里头。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你自我教育就是用圣经的话语自我教育，你就知道说主所不喜悦的，我们可以勇敢的拒绝，我们要跟他切割，就如同这个那个病毒一样，我们要把它阻隔，才不会，我们才不会这个染到啊！不要怕得罪人，我们要怕得罪上帝，这个我们要弄得很清楚。有一句话了他是这样说了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我现在是在家啦，我重点我在家。这句话提起咱，我要如何面对未来？从现在开始，我要注意的是吉还是阴性啊？你要弄清楚啦我现在徛在这，我的人生要往倒一个方向努力？我的目标、梦想要去倒位？是追求自在，还是迄个阴性呢？使徒保罗对基督徒的期许啦。你们每一个人始终要热心也讲清楚，你要热心，好使你们的盼望的一切都能实现。他就提起这红线不要懒惰，要像那些信而有恒的人来领受上帝的应许。所以咱都爱真正爱保持爱持守上帝的话啦要不然就这种病毒马上就来了。但愿大家清楚自己的使命目标，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靠主凡事都能得胜。当我们持守这个信念，并愿意回应上帝的爱，相信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隐喻啦，我是不会写那个竹堂，应该是 Z， 我看你们写 Z 竹堂，然后那个 CTH 应该是 ZTH 那个竹坛教会啦。You are being a vital part of the ministry of 竹坛教会。在等教会的宣告还是宣扬，你的角色是非常的要紧。伊的意思是讲啦You are being a vital part of ministry of 竹坛希望expecting God to do greater things through us。我希望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来让上帝美妙的事工透过我们来成就。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文，这个祷告文来跟大家来一起祷告。创造生命的主，感谢你赐下生命，让我因此有能力工作，累积财富，这些都是你的恩赐。恳求你帮助我，不要迷失于追求权势跟财富而离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咱这是过来吟圣诗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吟全首。虽然经过黑
请坐，咱即时来准备奉献。咱做伙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陈信辉牧师。大家平安。咱真感谢陈清发牧师吼。其实我大概听到伊要来讲道吼，我拢足期待的吼。伊今日咧讲的，就是我即摆咧准备的吼。已经咧部署迄个我死亡的准备吼。我今日伊的讲道吼，真正是进入我的心坎里吼。咱人真正是安尼，32年来，阮陪足侪会友吼，返去上帝遐。有人咧过身的时，笑眯眯，充满平安；有人要过身的时，两粒目睭圆润润，毋知咧看啥物货。当牧师甲伊抹油祷告了，伊才会当安静。这拢是真实的代志吼。我想聪明的人拢会晓安尼来准备，但是今仔日我要直接来报告迄个，借这个机会来报告咱圣诞节吼。咱拢会记得，这本是旧年的有无？等待圣诞节吼。这本总共93页，这是今年的吼。今年咱要演的吼，总共150几页，意思讲咱演的会搁较困难，但是今年
旧年的圣经班的学生，拢总是做幕后的；今年圣经班的学生，拢总是做幕前的。哦，但是咱知影圣诞的戏剧有一个传统，迄个传统就是讲，你若演古代2000年前迄个故事，就是三博士啦，也是讲迄个牧羊人啦，也是天使啦，遐每一年拢会演哦。吼，所以你看咱旧年甲三博士的衫做甲遐水吼，迄就是要用几啊年啦吼。做三博士的你要有准备吼，要有准备。啊，演传统戏，传统这部分咱照常拢要演，所以主日学的妈妈，啊，搁有迄个爸爸恁演牧羊人吼，你拢爱注意。特别是演小羊，小羊拢已经大汉啦，所以等者若会使，咱甲小羊带来遮，迄个司机执事吼，要重新甲因做衫。也搁有咱今年搁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舞剧吼，要演舞剧的拄啊好，圣经班头前即几个囡仔，也搁有善智善如，所以等者拢爱来量恁的迄个戏服吼，要做偌大领吼。等者了，你家己主动来头前遮吼，牧师就无搁报告啊。啊，咱今年这个故事吼，是为阿嬷，吼，阿嬷要去美国过圣诞节开始，因为武汉肺炎，伊的囡仔袂当转来台湾，所以要换阿嬷转去，吼，换阿嬷去美国。但是呢，阿嬷行到一半，发生一个足大项的代志咧，吼。啊，迄个代志就是咱所要迄个演出的啦，吼。啊，内底有足侪囡仔，圣经班的学生，因来负责读曲哦，因来家己唱一段歌剧吼，这是对因来讲足大的挑战。啊嘛，欢迎恁邀请迄个恁的亲人好朋友吼，做伙来参加。啊嘛，替因的准备来祈祷。哦，咱互即个囡仔吼负足大迄个责任吼，负责很大的责任，咱才来替因祈祷。啊，希望咱今年伫武汉肺炎疫情下面，咱会当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个剧本吼，足拄好的，会当找到这个剧本吼，拄啊咱旧年个接续落来吼，真无简单，用足久的时间吼。甲翻译出来，等乐了，但是这囡仔好像就有信心嘞，所以咱特别来替因祈祷。好，下面咱要来为着生日的来祈祷吼。生日的伫咱的当中有方仁、阿咪，搁有燕雪有来吼，哦，我有看到燕雪。搁有齐轩，哦，咱请恁来头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啊，搁有啥物人生日？好来，来生日的拢家己来吼，哇，很棒哦，嘿，等者，好，咱来为着因的生日来祈祷。
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开始看。本周聚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最近拢是暂停。青少课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伫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林安乐执事，领诗曾家庆兄弟，司琴李慧英姊妹，诗献廖美娥执事甲我本人。交台第2组爱餐暂停。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开始看。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中华中会教育部纪念主日，欢迎陈清发牧师莅临正道，多谢牧师的辛劳甲勉励。曾牧师前往环东路教会正道，请代祷。第二，11月初1将要改选本教会新任中执，请兄姐齐心安静代祷，请注意公告。若袂当参加，需要请假。若是伫职在人无在，愿意出席的，请通知代议长老。第三，妇女团契会长改选新任会长郭依玲。第四，10月24喜乐保养院伫二林文化园区举办野餐音乐欢游会，欢游券1张100，请咱做伙斗热闹伫厅中陪伴。第五，12月15有洗礼，愿意领洗礼的兄弟请向牧师报名，接受真道的课程。第六生日敬请圣约，洪志贤、郑秀玲、钟宏仁、周恒伟、丁彦学、陈依玲、詹秀丽、张雅文、沈其轩。奉献报告，请咱开始看，若有出入则过价欢迎。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中华中会50周年曙光祈祷。第三，为身体欠安的张晨、詹清静、钟岩、詹达、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聚、洪詹树莲、洪长远、刘克龙、洪在根、陈池忠、庄彦全。第四，为教会青少年学校课业祈祷。第五，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积极德克达雅。报告以上。咱做伙起立吟上映的诗歌513首，吟诗线请陈清发牧师祝祷。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尽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